你之前爭我10萬蚊，幾時還啊？之前手頭緊啊，啱啱收翻貨款啲錢翻嚟，我而家過數俾你啊，我連埋利息一次過還俾你㗎啦。咁你俾翻之前嗰張借據俾我，喺上面度寫翻我已經還咗錢，同埋簽翻個名。借據？張借據我放咗屋企喎，唔使俾你俾佢咁麻煩啦。你唔係唔信我啊嘛？唔係信你唔過，只不過我想有啲嘢可以證明翻我真係還咗錢，費事之後有咩拗撬啦。根據民法典第777條嘅規定，喺債務消滅嘅時候，就例如話債務人佢已經係還晒所有嘅款項嘅時候，債務人佢係有權向債權人要求攞翻張借據嘅。如果債權人基於其他原因係有正當性去保存呢份借據呢，債務人可以要求債權人喺借據上面載明已經作出咗履行嘅。另外啦，根據民法典第778條嘅規定，如果債權人基於任何原因係唔可以還翻張借據，又或者唔可以喺借據入面載明債務人已經償還有關債務，就例如佢唔見咗張借據啦。喺呢種情況下，債務人可以要求債權人發出一份已經收到有關還款嘅經公證認定嘅證明文件，即係認筆跡。又或者喺有合理嘅理由情況下，債務人可以要求債權人以經認證嘅文書，又或者公文書方式發出已經收到有關還款嘅證明文件，而費用就由債權人去負責嘅。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嘅內容，記住訂閱我哋嘅案中學法普法節目頻道，同時希望大家俾個 like 同埋幫手 share 出去，讓社會大眾齊學法共普法。